廣東唯一嘅世界文化遺產竟然有釘子戶，而且呢，想睇呢個釘子戶，仲要睇你好唔好彩喎。佢啱啱問你2日咋，你我推啦。睇座爛鬼碉樓竟然要20蚊。里邊有看這個樓的，要想進樓裡面，得給他20塊錢。本期呢，就攞20蚊巨資探索一下廣東世遺嘅釘子戶開平第一樓碎石樓。點解佢可以喺錦江里景區單獨收費呢？呢20蚊嘅門票又值唔值得呢？有龍尾摸出嚟嘅路，6條到12個1至18嘅啫，一級樓梯要1000萬。碎石樓嘅後人黃伯呢，就長居外地，間中呢就會翻嚟開門迎客。點解黃伯唔將碎石樓交俾政府打理呢？究竟碎石樓同其他嘅碉樓又有咩唔同呢？咁呢啲舊樓究竟係私人打理好定係政府打理好呢？你好。咁傳聞呢，碎石樓呢個阿伯呢，就神出鬼沒嘅。阿伯幾多飯女次啊？可能我哋都5月份啩。幾大年紀嚟夠嘅？啲茶妹要70歲人。2007年，開平碉樓與村落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啊！碎石樓作為最高最精美嘅碉樓呢，就成為咗遺產地嘅標誌性建築物啊！咁點解碎石樓會被譽為開平第一樓呢？碎石樓呢，就高達9層，係開平現存1833座碉樓之中呢，層數最多、高度最高嘅建築。咁除此之外呢，碎石樓仲被譽為開平最華麗嘅碉樓。佢嘅設計呢，融合咗多國嘅風格，而且呢，工藝精湛。5層嘅窗式呢，採用羅馬拱券；6層呢，就係古希臘愛奧尼柱廊；7層呢，就設巴洛克山花同銅頂閣亭；頂層呢，就係羅馬與拜占庭雙紅龍頂啊，係當時中西合璧嘅建築藝術巔峰。當年嘅樓主黃碧秀呢就好臭串咁話，碎石樓建成之後呢，要喺全村、全鄉、全縣係最高最壯觀嘅，等啲人呢遠遠就可以睇到皇家嘅碉樓，無人可比啊！而佢臭串嘅態度呢，依然延續到依家喎。錦江里景區本身呢就收費50蚊嘅，而碎石樓呢就要單獨收費20蚊。里邊有看這個樓的，要想進樓裡面，得給他20塊錢。你沒有上？因為我姑娘已經給他20塊錢進去。哦，一個人，一個人20塊錢。咁一般嘅遊客呢，俾咗50蚊入去錦江里之後呢，就唔想再俾錢入碎石樓啦。咁究竟呢另外俾嘅20蚊門票又值唔值得呢？有得要費咩？要費都唔同你講啊。單人買單肉20。哥啊，感受一下，摩托頭做個家寶知唔知？哦，筍子。廣東做筍子，上海北京叫做花梨，天津屋做2萬呢啲家具，操落係非常舒服嘅。哇，價值1000萬啊！呢張而家唔止1000萬，呢張已經有幾10萬啦而家啦。而家黃花梨120萬。60幾20年，呢啲坐下幾10萬，你會講係呢條就黃花梨見過未有？佢係乜作用㗎？龍頭計象，呢度好似個龍頭一樣。啊，裝飾用嘅係嘛？嗰啲叫做龍脈，知唔知？我哋呢度連綿喺個，嗰頭係龍頭，嗰頭係龍尾，呢個就係龍脈1、2、3個身高。係有龍尾磨出嚟嘅路，有冇聽講過？佢一講話有龍尾磨出嚟，馬來西亞有一個靚仔，中山大學學生，佢就講喎，龍氣睇唔到喎，你點解會知道？我7樓有2個員工，前面1個，後邊有1個，龍氣磨出嚟啦，呢個員工係要將佢收過嚟。本來係留喺7樓，係承受起嘅，我咪喺後邊呢個員工放出嚟。呢張照片係84年照嘅，喺東北角照翻嚟。呢張係2006年照嘅，20幾年係3層高，係咪？露咗碎石樓出嚟，下有龍氣多嘅地方，你捉佢長唔夠；冇龍氣多嘅地方，你捉佢長夠咗。99年中央議會都讓我李梅喺後邊會場活俾佢喺度。呢棟碉樓好漂亮啊，令我屋企考察咗，然後叫公務生令我公文令我開行令我嚟考察。2001年就成為國家文物，以後就成為世界文化遺產。係碎石樓係龍頭嚟嘅啦，係咁樣。有啲拋樓梯，呢啲叫做驚鴻木。
1樓至9樓係經桐木做嘅樓梯，6條到12個1至18個一級樓梯要1000萬，有冇聽過？冇聽講過。係啦，就係屬於隻樓呢啲木頭，係一級計上去嘅厚度，你冇話個側邊嘅厚度。係喎。咁大嘅木頭，慢慢去欣賞。你喺唔喺呢張相度？我就唔喺呢度啦，做邊幾錢點㗎？係1930年喺香港招嘅全家福。呢一個係建樓嘅樓址，何必收名望瑞石。瑞石樓建於1921年所用嘅錢係33000蚊抵人，水泥、鋼筋、木材、玻璃、家具當年都喺香港運翻嚟。大太太生咗呢個3個，4樓嗰張照片係二太太生小孩子南餐嗰陣，呢個係二太生呢兩個。三太太呢個，3個太太加埋生咗10個孩子。呢個係爺爺，呢個係奶奶，呢個係爸爸、姑姑、家姐、細佬、妹妹。OK， 好唔該。我覺得咧，其實聽阿黃伯吹水咧，就已經值翻呢20蚊嘅票價啦。咁最有意思嘅問題就嚟啦，點解佢可以喺錦江里景區單獨收費呢？網上嘅資料顯示啊，瑞石樓喺1921年建成之後呢，始終都係黃氏家族嘅私有財產，產權呢就歸其後代幾房嘅親屬所有啊。根據世界遺產公約，政府需要喺保護遺產嘅同時呢，尊重佢私有嘅產權。咁幾房後人呢，對於政府管理嘅意見呢，就難以統一，所以呢，就未移交政府或者景區統一管理。咁時至今日呢，仲有好多房都係唔開放嘅。咁作為私人住宅呢，佢哋係冇義務免費向公眾開放嘅。咁所以皇家呢係有權決定開放嘅範圍同埋收費方式嘅。而門票嘅收入呢，就係維護碉樓嘅主要資金來源。咁所以瑞石樓呢，就變成咗單獨收費嘅釘子戶啦。咁究竟係私人打理好定係景區管理好呢？呢個問題又要從幾個方面去探討啦。一入去呢，阿黃伯就會招呼你坐下佢啲價值幾億嘅珍貴家具，咁又同你吹水瑞石樓嘅風水有幾好啦，家具有幾牛逼啦。佢阿爺同佢老豆呢，就喺嗰張100年前嘅相上邊。咁作為後人嘅佢守住呢座百年碉樓嘅家族榮耀，呢種活態傳承呢，係景區管理冇辦法比嘅。咁睇古建築就係為咗穿越時光，觸摸100年前嘅生活痕跡同埋歷史故事啊！同阿黃伯對話嘅本身呢，就係一個同歷史對話嘅完美體驗啦。咁當然啦，如果阿黃伯同我傾耐啲呢，咁啊更加值啦。咁又例如呢，我發現瑞石樓上邊嘅窗眼呢，原來係有木蓋嘅喎。我探索咗幾廿座碉樓都唔知原來窗眼呢都可以咁美觀嘅喎。仲有個重點就係啲廁所啦，佢仲保留咗尿壺同埋木嘅坐廁啊！呢啲咧都係最接近100年前生活嘅本來面貌啊！而講到私人管理同景區管理咧，最直觀嘅區別就係景區咧係有固定嘅開放日嘅。咁而阿黃伯咧長居外地，間中先翻嚟開門迎客。咁人哋鬼咁遠走過嚟就係想睇下瑞石樓嘅風采。咁好容易咧就會因為阿黃伯唔喺度咧就錯過咗啦。又例如咧有部分嘅房係唔開放嘅，咁啲遊客冇辦法完整咁參觀，肯定會覺得性價比低啦。咁而最關鍵嘅係咧，作為四邑人嘅我啊，現場咧只能夠聽明阿黃伯講解嘅70%左右啫。阿黃伯帶四邑口音嘅國語語轉換咧，對於大多數遊客嚟講咧，更加係好似聽無字天書啊。咁所以對比翻咧，景區講解咧，肯定係一大優勢啊。咁你留意翻個地面咧，都會發現好耐冇做清潔啦。咁我走嘅時候咧，就聽阿黃伯上樓啊，一層一層咁樣關鐵窗。喂，大佬啊，呢度9層喎，每層按5個窗計啊，都要關45個窗加鐵門。咁對於年近70嘅黃伯嚟講咧，仲可以關幾年呢？咁關窗咧都已經係一個大問題啦，更加唔好講將瑞石樓全部清潔一次啦。雖然咧我好中意碉樓主人嘅活態傳承，但係咧長期嚟睇咧，景區管理咧似乎更加符合現實，因為咧冇睇到瑞石樓後生嘅傳承人啊。咁按照阿黃伯70歲咁計啊，啲子女應該都係喺40歲左右啊，正正就係傳承嘅最佳時刻啦。咁點解佢哋對世界文化遺產嘅興趣唔大呢？咁瑞石樓又會唔會面臨無人可傳嘅局面呢？阿黃伯守住呢座樓嘅未來又係乜嘢呢？如果你有一座碉樓，你又會唔會翻去守住一座樓呢？好啦，講翻咁多免費嘅碉樓，
普通人又有冇必要去景區呢？咁當初呢，我都係純粹中意野生爛樓，覺得冇必要去景區。但係睇嘅碉樓越多呢，越想揾下碉樓存在嘅意義啊！係邊個起咗呢座碉樓呢？碉樓100年前嘅生活係點樣嘅呢？佢哋點解會用全副身家去起碉樓呢？點解起得咁靚嘅碉樓又離開咗呢？咁碉樓本身咧，唔單止就係一座建築，而係一段華僑奮鬥嘅血淚史啊！景區咧已經幫你還原咗真實嘅歷史啦，所以如果你想系統咁理解下華僑嘅歷史咧，景區肯定係首選啦。而碎石樓作為廣東唯一嘅世界文化遺產嘅標誌性建築物，會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啊！而未開發嘅碉樓咧，更加適合深度嘅探索者。咁你又覺得古建築係私人打理好啊，定係景區管理好呢？你覺得古建築嘅未來係乜嘢啊？